境外中心广场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路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剧场，与这热场幕，这过庄部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每晚的灯光照亮境外中心广场。往眼神看过来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路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剧场，与这热场幕，这过庄部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咱们靠拢一点，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2月10日来临，离别在眼前，境外中心的舞成了最后的画面，心中的不舍如潮水般蔓延。吉祥如意。我爸爸呢？你爸爸呢？我爸爸呢？家婆爸的那个。这样早一点点。
对，不要来我。会跳的吧？直接单独去跳一个。单独跳吗？看了我爸有过。今天拍的视频呢，爸有过。
가볍게 지지 마저 땡기죠 좋아서 또 생각 중에 너도 지켜 있어줘来，重新来，还好。重新来吗？下面的空气好些，要活一些。小朋友会来，没事。我播放了。放吗？
新时代不做公才，试一下。是嘛？是我们的全部存在，好像在直播。啊？你晃一下。是吧？是吧？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都跑了。